这种天气好像很好睡哈。如果不小心睡着了也没关系。我要训练到有一天医学传道在讲到的时候，每一个人讲，好像在参加周杰伦的那个演唱会，或者是看一场什么电影哈。我们一起努力。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愿你的恩典，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愿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一颗能听的耳，好叫我们能够在信仰的路上永远站立得稳。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圣诞节前的代降节是许多基督徒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期，教会各项聚会的安排或者是你们家中以及教会的布置有人会写一些礼物，像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会透过这个学期写一些礼物送给我的客户。我们邀请一些福音朋友来到教会聚会，我们也会趁机去关怀一些社会上一些弱势的朋友。当然，我们教会也不例外。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我们的社青跟青少期真的就甘心在我们聚会完之后，在总务部的同工邀请之下，有没有感觉好像我们自己生的孩子一样？上礼拜其实我看到青少期，我有看到几个弟兄姐妹他们表现到，后来我送他们香蕉，他们表现很好，送他们香蕉他们看到这边水打翻了，就有就帮忙自己拿拖把来弄，我看到好感动。不是只扶老奶奶过马路才感动这个也很感动。所以青少期的辅导会长都教得很好。辅导是谁？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今天来，其实教会有不同的一个面貌下个礼拜一学人道有请高手设计的一个海报会很年轻风、新兴风拭目以待。到时候希望大家拿着单张福音单张去邀请你的同学、你的朋友来到教会参加我们一系列的那个圣诞节的活动跟晚会。今天是代降第一主日。上个礼拜牧师有提到，代降节是我们教会年历的开始。我们要接下来4个主日，我们各点上一盏灯今天点灯的是我们松年团契。今天的灯代表着期待跟希望，我们要警醒等待基督的再来，借此反省自己日常的言行，以及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到底够不够。第2主日的时候，我们点了第2根蜡烛，代表了预备跟信心，我们要预备信心。第3主日的蜡烛代表着宣告跟喜乐，等到对第4支蜡烛的时候，大家是最开心的，就仁爱。还有中间一个大的蜡烛，代表耶稣世界的光我们有5支蜡烛。在旧约先知以赛亚有一个预言，就说有一个婴儿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王。先知以赛亚的年代是非常痛苦动乱的，可是你可以想象现在哪个国家？那个国家叙利亚，还是中东那一带大概是中东，或者是目前的缅甸可能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苦难。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成为当时苦难中以色列人的盼望。如今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在这2000多年来一一的应验。这个应许也给现在的教会有很大的盼望跟确信。也就是我们盼望上帝透过教会这个信仰的群体，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好像如果宝石这样亮的一个光，可以成为苦难中人的一个盼望。新眼光读经我们明年要推新眼光读经了我们现在都跟着新眼光读经的那个进度进度。新眼光的读经的进度，这个月来到了提多书。之前我们研读旧约尼希米记。我们知道尼希米记回到耶路撒冷，它的重点有哪2个？来，有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准备礼物。1，重建城墙；
第二个，教导以色列百姓神的律法，这两个非常重要，一个是外，一个是内。来到提多书，其实也很像，建造外面看得到的城墙，其实并不是很困难，它只要时间，它就可以。可是要建造人心里面的圣殿，从古到现代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有人将提摩太前后书及提多书当作教牧书信，也就是说，在谈如何治理教会的手册。但是我去翻完之后，很多的圣经学者不同的一个看法。有人说应该叫做布道书，有人说应该叫做使徒的书。但是当中却有共同的看见，就是当教会建立之后，挑战才要开始。就像一对情侣，长跑啊，我们这边明年有新娘子，请问一下新娘子，你们长跑几年了？明年要结婚的新娘子，请举手。你不是明年要结婚吗？不能讲。好了，一对情侣长跑然后我跟牧师我们跟牧师学生时代，我们长跑了5年，让他结婚，想说应该是王子跟公主开始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其实不是。结婚之后才是苦难的开始，结婚之后才是苦难的开始，开始挑战的开始。从来没有住在一起突然住在一起，很多用的习惯就不一样啊。像牧师是很条理分明的，东西摆放在那，我都是很随便的，牙膏乱洗博彦，你牙膏怎么洗？从下面洗。对，就是很多的生活习惯就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好，我们这个好，我们之前1、2楼好，我们礼拜堂盖好了，其实问题才真正的开始，人心里面的建造才是最重要，当保罗建立教会之后，他往另外一个教会继续传道的时候，原来的教会就有一些有心人士，就故意去破坏，教导一些不同的教义，他们在行为上也没有好的榜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就越来越偏离当初保罗所教导纯正的教义。当保罗知道这样的时候，他非常的痛心，他就派宣教师到那个地方去教导他们纯正的教义。这个就是提多书简单的一个背景。我们来看到提多书在第2章第1节到第4节，我们今天没有读到的部分，有提到对教会里面的老年人、年长的妇人、年轻的妇女，还有年轻人跟仆人以前他们有仆人，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啦，类似比如外佣、会佣，我不晓得这个算不算每一个年龄阶层都被保罗提名到说需要被教导，也就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年龄阶层的人都失落的，他们都没有遵守保罗所教导的教义。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看出，这个教会感觉上蛮兴旺的，每一个教会的年龄层间都有，不像有个教会只有老年人，现在长老教会有的地方是只有老年人，不像我们年轻人这么多。那有的教会只有年轻人，没有长者，那怪怪的，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怪怪的就是要有3代来感觉。这个是好的，可是也有负面来看，就是每个阶层都沦陷，每个人都沦陷。就像我们建成教会，我们几乎每个年龄层都有，虽然都不是很多，但是每个年龄层都有。然后保罗在另外的教会、另外的地方听到他所建立的这个教会是这样的情况，他真的是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写了信然后也差派了提多过去，特别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今天的经文11节到14节这么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谊，在今世过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等候福乐的盼望，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虽然这间教会，这个教会叫做克里特教会，在教义上有许多的失落，
但是上帝拯救世人的心意早已完成。这个恩典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不管你要不要，上帝的恩典他已经先给了。经文14节说，他为我们的缘故舍己，为了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做他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还没认识主以前，每个人都陷入在罪恶之中。如今这恩典已经白白的给我们，是上帝用他自己的独生子替换我们，也就是说，用上帝的义替代我们的不义，用上帝的光来遮盖我们的黑暗。在这段经文里面清楚表示，上帝救赎一群属于他自己的子民的时候，他首先要调整他们有一颗清洁的心，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属于他的子民也要圣洁的。我们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上帝和我们所立的约，他就是立了约，他就是要想办法，就是要把我们弄洁净。这是他把我们带好往上好的一面，这是他跟我们所立的约。就像我前几天我们外墙已经立了契约，那个厂商他就要把它弄好，他弄好，那我再付钱，这个是我们立好的约。所以当神的子民领受到神的恩典之后，就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做出改变跟选择。我们要舍弃我们旧有的生命，迈向新的生命。信仰绝对不能说我从信一直到现在始终如一，绝对，因为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能再始终如一了。我们一定要舍弃我们旧有的生命，迈向新的生命。我们要操练自己，离开不敬虔，迈向敬虔的信仰。我们要放下以自我为中心，开始过着要懂得自我约束的一个生命。尤其是我们在我们青少年这个的阶段里面，有时候我们的脾气来，我们就发脾气，因为圣灵告诉我们要约束我们，要约束我们。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叫做“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其实这首歌很不好啊。我们要开始懂得过耶稣的，我们不是想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我们要完全除去属世的我相跟欲望，除去更白话就是说，你不能跟他有往来。我记得保罗有说，当有诱惑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想办法去处理它，你要逃跑。有些东西我们连碰都不能碰，就像毒品、色情，或者一些在工作上面的诱惑，比如说学生作弊。这种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你刚开始一小看，没有被抓到，慢慢习惯。你看我不用读嘛，反正我等一下作弊就好。这个就像毒一样，就会让你一直陷下去啊！我们连碰都不能碰，因为这些不敬虔跟属世的欲望，会阻挡上帝对他子民美好的计划。上帝定义了他子民在这个世界上过圣洁，过着公义、敬虔、热心为善。荣耀他圣名的生命，所以保罗吩咐提多教会内的老年人、年长的妇女人、年轻的妇女、年轻人去做仆人，都要重新被教导。透过在凡事上面要有好的行为，透过这些好的行为，将耶稣救赎的福音把它显现出来，让福音得荣耀。你的同学、你的工作职场上面的同事，他们怎么认识耶稣？他们没办法认识。回头想一想，我15年前信主，在15年前以前，我好像在职场上面没有碰到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吗？还是他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他没有让我知道他是基督徒啦。也就是上帝讲，我们要透过福音要显现出来。福音就如同一个珠宝，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个展露福音珠宝的场景，珠宝放在这边是很明亮，可是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外表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可以让这个场景更明亮，增添很多的光芒。各位弟兄姐妹，雅各书2章17节这样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基督徒的生命常常有2种展现的模式，第一个是让
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耶稣得救的证据，看不出来他生命的改变。如果是这样，另外福音，我刚刚讲的福音的宝石，就会失去它原有的色泽。第二，活出耶稣得救美好的证据，活出一个受洗得救的新生命。如果他活出这样的生命，那块福音的宝石就会如同天上的星星闪闪发光。这闪闪发光福音的宝石会让那些深陷在黑暗中的人，帮他们照出一条明亮的道路。我们的使命实际是非常的大。最近教会长职在开长职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读一本书，叫做《基督徒一定要上的12堂基要真理的课》。我们这个月进度来到了改革中表拜的特色，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我来读如果被我读到了，不要吓一跳。今天如果非基督徒或慕道友突然来参加我们的礼拜，有没有慕道友？非基督徒举手。好，非基督徒，好，有非基督徒啊。看到基督徒迟到早退，唱诗歌意兴阑珊，祷告没有感动，讲道与生命没有关联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心中纳闷：这群人到底在信什么？因为他们并没有很看重这位上帝。可能很多人没有去庙里面拜拜过。到庙里面，其实大家都很肃然起敬，其实用一个很害怕、很敬畏的心踏进去。一般都会有一个正常的庙，不是外面乱盖，会让你在踏了这个当中的时候。就像我在牧师，我们几年前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去一个圣母教堂他的门是这么样的那时候领队是诗人的爸爸带我们去耶路撒冷，那门是这样子的，你要到里面跟进去。如果我们现在教会的门是这样子的，我不晓得他会不会比较惊奇。礼拜一到礼拜五你们都要上课上班。那我每个礼拜一、礼拜五早上我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可以送我的小女儿子爱去上学。那我们很开心的从牧师馆6楼坐电梯一直下来那下来在外面就稍微看一下那可能不小心会看到好志执事的妈妈就在对面看着我们那很早起来没事就在那边东张西望就看到我们就跟他挥挥手那我就跟子爱我们很开心，我们就手牵手这个是为了父亲最快乐的时光那我们在路上都会搞笑比如说看到人师傅然后我们就唱的歌比如说我们唱了一首我是不等这要到路的尽头，我们这么不乱唱，我们就很开心，就是这是我们妇女最开心的时刻我们很开心那反正他跟爸爸一定会胡搞乱搞的好，然后我们经过，我们会有几个地方是秘密景点比如经过转角联邦银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里面的时间，看我们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们就看一下里面的时间然后慢，如果来不及的时候，我们就会上天桥。上天桥的时候，我们都会不是只是走了就下去了我们会故意在那边，然后让车过去，然后这做多一些女生不会做，但是爸爸会带你，这些妈妈都不知道。我也跟他讲，回去不能讲。就做一些，然后就一路就送他到绿溪国小。好，传道重点不是讲这个为了让你们清醒一下重点是当送他完之后一路上当然我会有几个仪式，我自己的仪式就摸摸他们围墙的一个老榕树，可能大概100年了，他们建校100年，不然100年我就摸摸它。就过来马路的时候，在花店，南京西路口跟承德路口有个花店，旁边有一间庙，一间庙，不是庙是宫香火还蛮那个的外面都会摆一些水果啦每次看到有人经过，就是一定会拜拜。这个是非基督徒很正常，你不要觉得人家奇怪反正就看到有很多人就这样上班族穿得很科技那个很潇洒，不管年纪多大这个拜，不拜不比有拜有保不管拜什么我以前是这样的
看到当有一个人，因为我在那观察，当有一个人拜很久，可能不晓得被业绩不好，还是欠债不知道，就拜好久。我觉得路人就突然间就很多人跑来，也跟着一起拜。我看到其实心里面很难过，就是有那么多人心里其实是很，尤其在现在的工商社会，心里非常的苦，非常的苦，非常的苦。不管在工作上面，不管在情感上面，不管在家庭上面，任何婚姻上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苦。他们真的一直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指引，他们真的需要有一个神明可以来帮助他们。他们是很虔诚、很专心在那个，他绝对不会是这样的。看一下手机，应该不会了。他们很专心，那段时间他就是很专心在拜。我心里在想，如果我当时其实是这样拜，所以后来我也知道说，这些人他如果能够用以后信耶稣之后用这样敬虔的态度来拜，不知道有多好。所以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是用什么的心情跟态度来到礼拜堂。常常说，有人说，上帝会击杀嘛，哈。我们来看这个题啊，你们觉得上帝会不会击杀？现在还会不会击杀？我觉得会。上帝击杀的方式就是走的不管你，就是不管你，其实更惨，你懂吗？击杀你就倒了，就是倒了嘛。可是上帝的击杀就是像慢性病一样，就是不管你，让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你过得根本就不开心。我们来想，我们每一个礼拜早上9点半，第一堂一直到第二堂，这个顶多2、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还是如果之前所念那段话一样吗？我们来礼拜堂是教会了事吗？牧师娘，这教会没牧师娘，牧师娘打电话给我。以前我们教会在某位牧师娘都会一直打电话，有的人就说今天魔术你打电话给我我来做礼拜，我捧牧师娘的场牧师娘都在打电话，建成教会唯一比较可惜没有牧师娘但牧师来讲来捧场，或者爸爸叫我过来，我就勉为其难就过来我住在对面，不去也不可以好，我们人来了，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心带来？而且我们有没有在这1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时间完全给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是属于上帝的。这个是一个很神学、很哲学的我们常常以为时间是我们的，我们的青春属于我们的。可是当你倒下，你会慢慢知道，慢慢年纪长之后，你会知道时间是属于上帝的。我们要试着习惯把这1个时间，这1个半小时，甚至30分钟的时间，我们要给上帝。我们要求上帝的灵进入我们心里面，上帝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经历复活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每个礼拜来礼拜堂做什么？要改变你今天去补习班干什么？希望能本来分数考50嘛，能考80嘛。广告都是这样讲嘛。某某建成国中某某同学来上过我们补习班之后，从 PR 60变 PR 80或 PR 90嘛。上班为了什么？赚钱嘛。那礼拜堂为了什么？生命能得到改变你应该是用这个渴慕这个来礼拜堂我们传道人也是每个礼拜都为你们祷告，希望每个弟兄姐妹能够平安来到教堂，来到教会，然后来经历上帝，上帝自己亲自给你们触摸，让你们带着满心不一样的生命，再回去你们自己的地方。礼拜1到礼拜5，不管是上班不管是家庭生活，可以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然不肯。”弟兄姐妹，我们要去把握住每一次跟主相遇的时间。感谢主，上帝所拣选他，绝对不会放弃。他已经将我们分别出来，他把我们带到教会，他就会负责任，他不会做其他的用途。
你是上帝的宝贝，这个你一定自己要确定，你是上帝的宝贝，因为上帝拯救众人的恩典，他要透过我们来显现出来。当我们随时预备等候主耶稣再来的盼望，这是一个未来，会成为我们现在我们悔改、我们改变的力量。我们要在圣灵带领之下，勇敢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当我们每一次回去回想过去，我觉得今天的诗歌第3首歌，是挺易做的哈。等一下我们的回应诗要改唱这一首一直很感动，我就等一下唱第3首。回想他过去如何带我们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今天可以因为有这个信仰，在教会里面参与教会的一个生活，也让我们今天的生命，其实我们是很得自由的。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盼望当中，让我们活出上帝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情，也让我们常常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的学校里面，让别人来吸引你，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刚刚讲，我们困扰我们久久的漏水的问题，我们将要来处理的。这是一个大工程，因为施工就不容易了，因为我们跟隔壁的非常的靠得非常的近，这是一段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下雨天就不能动工，因为它会用到电那个功能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这个祷告，我们要为这个剩下的经费来祷告。我相信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神就自己会去预备我们所需要的财物，我们持续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教会明年的重头戏，事工研讨会，我们也顺利完成。我们多谢长执跟各团契会长每一年的辛苦。上帝给我们建成未来的意向是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我们要在读经、祈祷、肢体的关怀，一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圣殿不是嘴巴讲讲，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祈祷，我们要肢体上面的关怀。我们要让建成教会可以成为荣耀神的教会。感谢主，在过去的一段岁月里面，其实我们教会建成教会在社区福音上面已经有很好的成效。首先早上我们看到我们的篮球队，篮球队站起来一下。好，我们给篮球队拍拍手不错。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很多人都有去现场去观看，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为主征战，为主征战。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虽然我们带来的同学朋友他们不一定知道，但是他们也让我们精神让我们很感动，就是他们几乎都会到，然后很认真的，很认真，其实打起来都会受伤的，很认真的。第二个就是银华主或驻兵，我们有做一个社区，礼拜1到礼拜4到礼拜5，我们好像也做7年了。之前的长子一直慢慢下来，一直到现在有很多的同工，每一天都有同工来像我们的美玲执事他有一天有同工来像丁信的爸爸妈妈在礼拜4，他们会特别从南坎，你看过来这边有礼拜有一些同工来帮忙这些银华主或驻兵的朋友，有将近80个人，100多个人次来到这边学习东西。我们有课程有卡拉 OK 我们也有手工艺，也有桌游你看阿公阿嬷玩桌游还有合唱班。明年呢，我们还多加一个不是安娜建工厂那个我们会请人来教阿公阿嬷他们坐着的体操，我还不晓得怎么样下礼拜拭目以待那个敬会长老好用心这些长者来到我们这边，他们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乐。虽然他们还没完全认识我们的神，但是他们很认同教会。他们常说教会好，教会就像他第2个家。每次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有的人讲实在话，心里面有很多的痛，一边吃一边流眼泪。他觉得在这边吃饭很有聊，不会孤单。虽然提供的餐点并不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大概40、50块的预算但是他说这边的菜饭特别好吃
我们现在年轻可能还没办法体会到孤独的长者他们自己的家里面其实是很孤单的。他们来在教会里面，他们非常的开心，这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摆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年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我不晓得我们那年圣诞节是怎么过的。我们不是要过一个主日属世参加舞会什么欢欢喜喜就过了。当我们同心修筑教会的外墙，当我们开始建造自己属灵的圣殿，当我们的生命开始被改变，当我们的身体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活出基督牺牲的生命的时候，牺牲的爱，那时我们才会真正经历到主导文所说的。我们每次都在读，你有去经历过主导文所说的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可以在地上预尝到与主在天上那般的满足跟平安。而这满足跟平安绝对不是世上的金钱、头衔，你是哪个名校出身的，你的成绩考多少可以取代。我想在诞降节第一主日，等候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呼求主我愿你来，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福乐，最大我们在世上基督徒最大的盼望。主我们愿意来。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让我们在诞降第一主日，我们真的等候主再来。有的人不喜欢主再来，为什么？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头衔、我们的金钱，你可能有房子2、3栋就没有。所以很多人不一定希望主再来。我现在有非常富有，我主再来，我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不知道。上帝那个永生的盼望，那个天家有多么美！如果大家要看启示录黄金的街道，上帝帮我们预备好天家，你也不用为了现在年轻人为了买房子买不起，不用担心，上帝都帮我们预备好。当我们每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对上帝属天的盼望，我们用这样的盼望来警醒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敬虔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行善。基督徒要行善。基督徒不是只是礼拜堂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要行善。我们要用我们的展现出来的行为来装饰我们的福音，让我们旁边的人因为你的好行为而来认识我们的神，也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会碰到许多的困难，你可能在财务上碰到困难，你可能在病痛上面过不去。或者在数算这一年的当中，你真的好苦好苦。可是因为有这样的盼望，你现在依然站立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那我们一边唱的时候，一边在回想我们这一年的点点滴滴。赦免的
说的就是认罪悔改，就是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身边，让我们在无时无刻将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活出基督那牺牲的爱。我们一起开口祷告。主，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